近平軟禁咗胡錦濤，但係冇扣減佢嘅伙食同特工。胡錦濤要食係高級營養師開出嘅食譜，胡錦濤要走，配喺301醫院或者鮮為人知嘅高級設施入面。而胡海峰仲有升職空間，快啦！話胡錦濤一家點樣點樣，嗰啲係真嘅，就正如某人過咗身，官方闢謠，但都只係輕描淡寫。擁有超過1462.3萬粉絲嘅知名媒體人秦風，喺北京時間7月31號凌晨約4點11分發布貼文話，前領導人包括夫人 LYQ、HHF 食晚餐嗰陣食物中毒，準力搶救，4點嗰陣走了。LYQ 係胡錦濤夫人劉永清漢語拼音嘅首字母。HHF 係胡錦濤兒子胡海峰拼音嘅首字母，胡海峰目前擔任民政部副部長。傳言表示，胡錦濤一家3人在晚餐後食物中毒，搶救無效，喺凌晨4點左右喺醫院去世。必須要說明一下嘅係，中南海嘅高官縣喺幾十年前就已經享受食品特供，基地嘅高端食材往往都經過嚴格檢測。如果話中毒，要麼係胡海峰單位上下級供奉嘅食材，要麼就係被人投毒，但係都冇人去相信。輿論開始溯源貼文嘅真偽，喺微博上揾唔到秦風嘅貼文，根據以往經驗，亦唔似係被微博刪除咗。目前秦風微博顯示，8月31號發布咗2則微博，8月1號發布咗一條，係關於黃岩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方面嘅。秦風對媒體表示，內容並非由佢本人發布，因為佢喺社群上具有相當大嘅影響力，所以造謠者才佢特意冒用佢嘅賬號來製造假信息，以達到這種傳播效果。稀奇嘅係，秦風冇喺微博闢謠，佢不愧係擔心因為闢謠而被封號，弄巧成拙。事實驗證咗呢個問題，外媒報道話，喺有關香港新建築規例嘅貼文下，有網民追問胡錦濤貼文嘅問題，秦風留言稱，一眼假嘅 P 圖，相信嘅都係電詐基本盤，怪唔知得電詐員咁大規模，數量之多。登錄微博根本冇呢個回覆，講白咗，微博屏蔽咗有關評論，而不予展示嘅方式。處理方式已經是反網暴法嘅規定動作。實際上，謠言微博冇一般微博嘅固定格式，包括來自邊款手機或者客戶端、型號等，乃至發布 IP 地址。冒用秦風係個好主意，匠心獨到。呢個秦風來頭唔細，祖父秦力真係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姑丈係前外交部長李兆星。秦風係80後，從小就接受嚴格嘅愛國主義教育，喺延安睇窯洞，喺南泥環睇紅軍種植鴉片嘅遺跡。後來搭住祖父嘅腳步當外交官，喺紐西蘭大使館發放簽證，然後跳槽到鳳凰衛視。最值得深刻銘記嘅記憶係2025年7月，秦風喺委內瑞拉採訪時任總統查韋斯，查韋斯突然拉起秦風嘅手，俾咗一記響亮嘅吻。所以秦風有一隻被查韋斯吻過嘅手。有意思嘅係，秦風傳真嘅爆料過好多大事，例如江澤民之死。2022年11月30號，中共官方正式發布江澤民逝世訃告，人們發現前鳳凰衛視記者、香港衛視綜合台台長秦風喺11月13號就已經透露咗呢個消息。不過透露嘅方式比較隱晦，當年11月13號，秦風喺微博發出一句話：江水東流去。呢的確係一個預言般嘅預告，亦係一種忠烈。秦風曾任香港鳳凰衛視記者，鳳凰衛視目前主要股東紫荊文化集團為中國中央級國有企業，其後出任鳳凰衛視中文台台長，及後佢轉移任職於香港衛視 HKS。目前秦風經實名認證嘅微博賬號上並未交代其職業信息。秦風嘅第二次爆料係喺2026年4月12號，只有5個字同省略號緊緊相隨，黃石被抓。雖然貼文早已被刪除，但快照顯示格式同胡錦濤中毒嘅格式就係唔一樣，日期喺名號下面，發布地點係北京。不過呢則貼文雖然後來被假消息網報，闢謠猛烈，田朴綑反戈一擊，秦風回覆網友留言，佢算乜？點解唔能走？被釘上虎狗卻贏得失。可想而知，田朴綑窮追猛打，話已去報案路上，但最終不了了之。實際上，知情人士透露，黃石被抓係真，但放出來亦係真嘅，所以天下事由未了也就不了了之。
就正如敬一丹過咗身，家人輕描淡寫來一句，不信謠不傳謠，但知情人士話，敬一丹目前係植物人，靠一口氣躺喺床上。其實，鳳凰衛視從來就係出人才嘅地方。鳳凰衛視前主播及記者傅曉田就親自為習近平嘅外交部長秦剛生下一個兒子，讓秦剛永遠告別咗外交領域，埋葬咗秦剛嘅榮譽同地位。秦剛踐行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嘅俗語。所以，如果要追究，按照黨嘅邏輯，點解偏偏選中秦風來當冤大頭？點解喺呢個時候以及其拙劣嘅手法、粗俗嘅手段來了毒害嘅故事，不得不令人脊背發涼。中南海嘅吊詭值得我哋反覆思考。網曝胡錦濤項莊舞劍意喺沛公。無論點講，胡錦濤一家被如此這般烏龍，卻是動機大大的清準。都知道中南海嘅工場，暖風吹不進，狂風推不倒，就算有幾萬人喺場外喊，場內聽到的亦只係如蚊型嘅嗡嗡聲，而場內哪怕槍聲如炮竹般炸響，場外亦冇一根針落到地上面嘅感覺。但場內嘅故事卻有血有淚，仲有男盜女娼嘅扼促。胡錦濤傳位俾習近平，嗰啲故事本來係好多的，也就石沉大海掩藏咗起來。人們唯一能看見嘅係胡錦濤喺20大硬生生被習近平不屑一顧咁從大會堂連拖帶曳拉出咗會場。胡錦濤一臉懵逼，而所有嘅高官就像看着菜市場嘅看虎殺雞那樣麻木而冷漠。但從此，關於胡錦濤嘅傳聞喺紅牆角落裏被旋風兜着，一路向西，一路向北，等待着東南季風嘅撫摸。胡錦濤逝世，中南海被不發喪，這樣嘅故事輪迴咗多次，一次次被民間重病嘅胡錦濤，怕係冇翻牆嘅 VPN， 睇唔到網民嘅調侃，但所做嘅一切，都係為胡錦濤憤憤不平。包括所有炒作胡海峰嘅生猛故事，亦都係鞭笞習近平唔要做小人，要光明磊落，唔要專橫跋扈。轉眼，胡錦濤20大受辱快要5年啦，習近平嘅連任本身冇懸念，人們已經對阻止習近平獨裁連任失去了所有嘅興趣。但習近平則不然，聽說前幾天旋找咗佢之江新軍幹將劉繼偉，恐怕係因為劉繼偉嘅名字太衝，翻譯過來講英語那就是老繼偉。為了獨裁順利，為了將自己嘅光威形象唔受到任何騷擾打擊，習近平軟禁咗所有嘅常委，甚至喺11這樣盛大嘅宴會上，亦唔賜一杯酒俾老家伙。於是外界千方百計要老人露面。2026年3月27號，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現身位於北京嘅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及地質相關研究所。一個過去多年嘅影片被拿出來，冇人認為呢係以假亂真，媒體都當作真嘅來解鬥，外媒一擁而上，堅決唔考證其真偽。影片中所有接待溫家寶嘅人都係過去式，早已退休甚至死亡，但媒體都裝聾作啞，話溫家寶叫板習近平。呢或苦亦係習近平大外宣嘅傑作，告訴外界習近平並不獨裁。其實要我話，放風、傳聞、傳言即係虛假嘅，嗰亦係新聞，說明民意喺衝動，說明苦多人亦已經看穿咗習近平獨裁法西斯嘅本質，說明冇人希望習近平繼續21大連任禍亂中國。所有嘅一切都同胡錦濤本身無關，胡錦濤同家人活着船是冇活着，已經唔重要啦，重要嘅係中南海唔透風嘅牆入面，博弈正撼，元老係積蓄能量，尋找新嘅突破口。